你係咪都有過咁樣嘅感覺？明明好努力，但喺關係裏面總係覺得好撈，好多懷疑。見到人哋突然順起上嚟，個心喺度諗自己個轉折點幾時先到？試過喺某個低谷期之後，成個人好似唔同咗，睇嘢通透咗好多。如果你都曾經俾呢啲問題困擾過，咁今日呢10條我自己親身驗證過嘅人生法則，或者可以帶俾你一啲光同篤定。呢啲只係關於成長、識人同修心。一、警惕所有唔合理。記住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：好生果唔會拎去榨汁，好肉唔會拎去做餡。任何令你長期覺得混亂、需要不斷猜測同證明自己嘅關係，好可能本身就有問題。真誠嘅關係底色永遠係乾淨、透明同心安。二、真正嘅轉機嚟到之前，你係平靜嘅。當你能力同格局真正匹配得上一個新階段嘅時候，個心反而會變得坦然同鬆弛，嗰種非成不可嘅焦慮會消失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專注嘅自信。冇心先可以生大用，呢種平靜，恰恰係你潛力全開嘅前奏。三、相信啱啱好嘅安排。好多夜後翻睇覺得遺憾嘅事，其實係生活用一種曲折嘅方式幫你規避緊風險。你而家擁有嘅就係此時此刻你能接得住最恰當嘅禮物。順時間啦，佢會帶你遇到啱啱好嘅人，經歷啱啱好嘅事。四、良緣嘅底色係唔使點費力。真正同頻嘅關係咧，係水到渠成，係互相吸引。你唔需要苦心經營乜嘢套路，亦都唔使委屈求全，你只需要舒舒服服做自己。對嘅人自然會被你最真嘅樣吸引，使好多力去維持嘅，多數都唔屬於你。五、當你準備好，條路會自己出現。所謂行運行起上嚟，往往係你長期嘅積累，終於遇到咗合適嘅節奏，貴人、機會、豁然開朗嘅道路，會喺你能量儲備充足嘅時候接踵而至。呢個唔係偶然，係由量變到質變嘅必然。六、低谷期嘅領悟係未來嘅財富。人喺困頓之中學到嘅嘢，磨礪出嚟嘅心性，往往係最深刻嘅。嗰段睇落黑仔嘅時光，恰恰係重新塑造你勇氣同智慧嘅熔爐。熬過去，翻轉頭睇，你會多謝嗰段日子。七、冇一步路係白行嘅，每一段經歷，無論結果點，都有佢嘅意義。佢都喺度幫緊你更清晰咁認識自己，明自己究竟想要乜，珍惜乜。佢哋一齊構成咗你獨一無二嘅生命地圖。八、關係係一面能量鏡。消耗你嘅關係會令你覺得焦慮、狀態下滑；而滋養你嘅關係就會令你情緒穩定、精神飽滿，感覺成個人都被點亮咗。千祈要親近嗰啲令你感覺好靜嘅人。九、屬於你嘅，唔使拼命去追，放鬆啲，篤定啲，專注提升自己。當你個內核穩定、方向清晰嘅時候，嗰啲同你匹配嘅機遇同緣分會好自然咁行近。老祖宗講嘅唔求而得係一種大智慧。十、真正嘅貴氣係一種內在嘅光彩，同身份冇關，而係一種由內而外嘅狀態。厚道、真誠、情緒穩定、從容不迫，係知世故而唔世故，經歷風雨依然溫潤。修煉好自己就係最好嘅風水。最後想問下大家就係呢10條裏面，你覺得邊一條最戳中你？或者你有冇試過喺邊個瞬間突然對其中一條法則恍然大悟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故事或者感悟，等我哋一齊交換經驗，成為彼此成長路上嘅微光。